学习的是什么呢？好，我们问到那么那么大妮妮，我先讲一下哈。我们阿美族语法结构的时态啊，阿美族语法结构的时态，我们往下看哦。好，我们看这个图表哈。我们阿美族族语的语法在时态的部分呢，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动词时态，第二个部分就是格位标记时态，第3个就是疑问词时态。那第一部分有动词时态，还有指数句的时态、否定词的时态、祈使句的时态、被动句的时态，还有被动祈使句的时态。在格微标记时态呢，有乌、鸡、一，还有一个叉，叉就是不加前缀的意思哈。好，接下来就是疑问词时态，这是我们阿美族最特别的疑问词的时态。哦，举例就是金马、冰拿、把冰拿。如果是我们要表示未来式呢，我们在金马前面加一个阿金马就是将是谁，所以我们阿美族最特别的疑问词就是这个3个。所以在动词时态这边呢，以上这些句子都有时态。好，接下来时间副词对应，我们有现在简单式，还有过去简单式、未来简单式。什么叫现在简单式呢？我先说明一下，现在简单式就是周期性的行为或大自然的现象，周期性的行为或大自然的现象，它对应的时间有每年、度、米和扎按、每月、每周、每日、每小时。好，再来过去简单，过去简单式就是过去的行为或动作，它的时间有去年，你阿要努尼啊，你很赞。上个月、上周、昨天，你拿吉了。好，未来式呢？未来简单式就是未来的动作，它对应的时间就是明年，阿努吉拉啊米很扎，下个月、下周，或者是明天阿努吉拉。好，接下来呢，进行式，我们阿美族的进行式只有一种哈，就是当下的动作。伊玛蒂尼，当下、此刻，或阿尼尼，现在、今天。好，它对应的时间就是伊玛蒂尼，当下、此刻，阿尼尼，现在、今天。所以我们进行式只有一种，没有现在、过去或未来。好，接下来完成现在完成式哈。现在完成式是说有一个动作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做，还未完成，还没结束，还没停止，就是说那努加过去时间加达哈加现在达哈安尼现在的时间的意思哈，就是说如果是在吃饭就在前一个小时呢，吃饭吃东西，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刻呢，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好，就是现在完成式。接下来过去完成，
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就是从去年到昨天啊，比如说下面这个数字加加时间，数字就说直接讲，如果是3小时，读录打读给按。好，那未来完成式就是要努加时间，好，加要加努加时间，就是说，我会在明天中午以前回家，或者是在明天什么时间以前，好，这个就是未来完成式。那未来完成式有3种，第一，现在完成式就是说，过去一直到现在还在做的动作，就是现在完成式。第二，过去完成式呢，就是从过去一直到昨天就是过去完成式。那未来完成式，就是我在明天中午以前就会完成写作或者是说下周就是要毕业了，或下个月要毕业这个就是未来完成式。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我们今天会学到时态，会用到时间的单位，年米和炸，年龄米和炸按，月弗拉，周礼拜，日鲁米阿，钟读记或维系，每小时打读记按。好，接下来看一下一页哦。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就是中文的对应，就是中文的时态描述就是我们前面的7宫格所讲的，现在是用中文时态来描述。好，那虽然我们看的时候会不太清楚，那我们后面会有举很多的例子，我们一起来学习。好，那我们看一下哦。我们举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好，我们举例，第一个现在简单就是minanum就是喝水。过去简单呢 minanum do 意思是喝水了。minanum 意思就是将要喝水。好，那在进行式的部分呢 minanumai 在喝水，或是正在喝水，现在喝水意思。好，那现在完成 minanumai ho 还在喝水现在完成式就是还在喝水。好，那过去完成了 minanumai do 就是已经喝了，已经喝水了。maminanum do 就是将要喝水了。这样子应该大家就可以理解。如果还不能理解的话，等一下还是后面会有很多例子。好，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下面这个好，这个没有中文翻译，那我们问一下线上的老师还有嘎布米阿拉是什么意思？我们练习一下，有人可以说吗？拿阿拉，好，阿拉是米阿拉是拿，那米阿拉杜是什么意思？拿了，对，很棒哦。好，妈咪阿拉，要拿了，要拿。对，将要拿的，将要拿。好，进行式这边米阿拉爱，米阿拉爱，我们练习。正在拿，
对，正在哪？谢谢。好，接下来现在完成这边，你阿拉爱后，还在哪？哎，对，还在哪？很好，大家都有感觉了哈。好，你阿拉爱度，已经拿了，对，妈咪阿拉度，将拿了。对，好，就是这样子，大家都可以理解哈，大家都很棒哦。哦，虽然我有时候讲的不清楚，但是我们看这个图表就很清楚明白。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过去、现在及未来周期性的时间。好，我们看一下，minanum 就是喝水嘛，它对应的时间是度 rumi ami af。我们往上看一下哈，minanum 就是现在简单 minanum do rumi ami af 啊，它对应的就是现在简单式哈。那 minanum do minanum 就是我先讲一下上面这个哈，do rumi ami af 就是周期性的时间，好，可以哈。好，接下来 minanum do 它对应的是 inajila，也不一定是就是过去式，也不一定是只有昨天，也可以说上个月、上周就是去年过去的时间哈。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对应的就是这个过去简单式哈，minanum do 对不起哈，inajila 它对应的就是这个过去简单式。好，我们往下看哦，maminanum 它对应的是 anulafa， 就是未来的时间哈，未来的时间就是明天明天就是未来的时间。好，就是我看一下就是这个未来的时间，对应的就是 maminanum， 表示未来的时间就是明天。好，接下来 minanumai， 它对应的就是现在，好，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现在，就是没有现在，就是进行式这个这一栏哈。我们知道进行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好，就是进行式只有一种明南努麦正在干嘛正在喝水正在做什么？好，明南努麦这个就是对应的是伊马迪尼现在。好，接下来明南努麦后，我们看一下。minanumai 后就是现在完成，好，对应的就是这个现在完成式。好，minanumai 后对应的就是 anu inajila nanu inajila daha anini， 就是说从昨天到今天。好，minanumai do 就是对应的这个过去完成，已经喝水3天了，dulu rumi af。好，最后一个 maminanum do 就是未来完成哈，maminanum do 好，将要喝水就是i ayau嘎拉好干，就是中午以前。好，讲到这里，我们要开始练习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咪形动词字根，咪形动词字根。好，那我们今天要练习的都是要用动词比如说能等于加你能你等于，或是你加吉要，或者是你难难这个都是动词。我们今天要练习的就是用这些，先用这些咪形动词。好，那我们开始练习喽。
我们要开始练习句子。好，我们今天练习的就是这个时态。好，第一句，妈妈每天拿菜。句子是米阿拉吉伊纳杜拉邓杜鲁米阿米阿。啊，妈妈每天拿菜。米阿拉吉伊纳杜拉邓杜鲁米阿米阿。好，那我们刚刚这边有动词字根，好，请线上的老师或者是线上的好朋友，我们抄一下哈这些字根。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些动词字根，我们今天先用动词字根哈。好，那我们要换的是米阿拉，或者要换的是米阿拉，不能跟先这个句子一样哦。好，还有后面的鲁米阿米二，我们可以写每年、每月、每分钟哈。我们要换的就是米阿拉，或者是这个后面的也要换哦，不能跟我这个句子一样。好，请大家现在开始想啊，现在开始练习，在讯息栏那边啊，我们苏贤他会有帮我们整理有帮我们写在上面我们线上的朋友呢，可以按照这个动词字根来套上去。我这边句子是米阿拉我们可以改成米能嫩吉那杜比利菲杜。我们这边是鲁米阿米二嘛，现在简单是就是周期性的就是每年度米哈扎哈扎也可以哈。好，请大家练习哦。那那么努米达好。いらないとこま処理たいのみそ，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我们要练习哦。我们米阿拉要换成别的动词哈，还有后面的每天我们要改成每年，或者是每月，或者是每分钟。好，我们前面有好，我看到了。拿到的那么姑姑你，我发好，我发。はい。秘書はい。你阿说几发给杜大妈杜爸爸镇，叔叔每天早上去打猎物。对，好，很好哦。好，阿西本那个好。米阿鲁几发给杜大妈杜爸爸镇巴镇。叔叔每天早上去打猎物。反赞好写得很好哦。阿来叫发烂号就是类似这样子。好，我们先练习这个第一句。好，大家都要练习哦。Minanam kita好米，delete你拉杜古玛 delete 来的秘书也可以分享上来。很多的字根还有动词字根，我们可以抄起来我们可以多写几句哦。我们因为Minanam 买好给他好，我们多练习，我们就会比较熟悉。我发的就是写米阿罗吉发给杜大妈杜八折八正。好，好，马老多那么姑姑你，苏贤，那么说好。Hai, hai. Mi faca ci panai tu lekut tu saya. Panai 每晚漏点，panai 每晚洗衣服，我改一下。嗨，
你上下嘛，好，都是，看一下，好，mi fa za ji panai tu record tu la saya，很好，把奈每天洗衣服，好，谢谢我们的苏贤写得很好哈，把奈每晚洗衣服，就像类似这样的句型哈，是不是非常容易啊？所以不会很难哈，还很多句子可以写哦。好，你Farios，那么说好。Hai, Biasik Cik Nakao tu Palafangan tu Pilipalipayan, Nakao 每周打扫客厅。很好哈，大家都写得很棒。还mi asik ji nakao tu palafangan tu Pilipalipayan，写得很好，大家都进步了呢。nakao 每周打扫客厅写得很好。好，谢谢我们的法利尤斯号。好，你智慧。你还拉登高古伊蒂索南多分，我每一分钟都在想你。还，madam 可以吗？fun，好，我们可以一起选哈，我们助理他很贴心，他会帮我们查那个分哈。有的方言别是说 a 混，好 a 混，真的还蛮难讲哈。噶夫吉拉米少些哈，我念一下米哈拉邓嘎古伊迪斯瓦南多 a 分也可以哈，就是我每一分钟都在想你。好，a混也有 a 份，应该是可以哈，因为我们那个分没有嘛，我们直接写 a 混，好，就是介词，好，谢谢智慧，好，好，能遇过你 Alice， 好 ，Alice， 那么说好。你等于古萨发读，然后你苏敏读鲁缅缅，弟弟每天都在听苏缅的歌。好，很好，大家都认识苏敏哈这个歌手，Miss 的歌手。好，你等于古萨发读，然后你苏敏读鲁米阿米二，很好，弟弟每天都听苏米恩的歌，好。Alice， 我们把鲁米阿米二要改成，可以换哦，每月每年，好，这样可以哈。你写的很好，好，可以哦。好，下一句，好，因为我们有颜色的，好，有颜色的要改，好，因为闽南人吉他好，我们只有多练习，大家都写的很好。刚刚那个智慧的分，不知道有没有线上的老师可以提供一下那个分，几分几秒的分哈？混嘛，我们讲混。那如果是周期性的话，混每分每秒。我们暂时就用分，好，好，就是第一句哦。大家都练习了吗？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如果还没有完成的，我们等你哦。好，你拿那给他号，希望线上的也可以复制其他人的号，复制一下，我们就可以当成我们的句子，当成我们练习的句型，也不错哈。来，马劳东的马姑姑，你听音，嗨，咪叽叽班奈读滴滴读沙发，每早上班奈每早上切肉。对，很好，沙发，好，也是周期性的时态哈。咪叽叽班奈读滴滴读沙发，写得很好哦，好，班奈每早上切肉，好，谢谢平云，好，之前有分享分号分好，就是直接念分好。如果是他讲的每一分钟，就是
份这样。好，谢谢苏贤提供的词汇。好，你来后，等一下再上传也没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慢慢练习哦。好，不急，我们不要赶。好，那接下来呢，这个都是对哟。第二句哦，大家第一句写得非常好哈，就是妈妈昨天盛哪菜？中文说妈妈昨天盛哪菜？你阿拉赌几伊那？赌拉灯伊那几拉？你阿拉赌几伊那？赌拉灯伊那几拉？好，一样哦。我们把这个你阿拉要改，刚刚我们动词哈，改变一下，伊那基拉就是过去的时间嘛哈，我们可以过去就是以阿幺努尼礼拜，好，或是以阿幺努尼小发，我们刚刚有看到以阿幺，我们可以刚刚我们上面的花破音有写哈，伊那基拉，我们可以写过去的时间。我们要改阿幺努尼好啦，好，阿幺努尼礼拜，这样子改时间哦。好，相信大家刚刚也都会了哈。好，欧巴，你很快呢。好，好，先后个糯米酥。来，米大家都是无法度是以礼拜，无法上星期晨偷扫把。好。你大高度及欧巴度是以阿幺努礼拜。好，看一下哈。我发上星期晨偷扫把很好就是类似这样哈，以阿幺努礼拜以阿幺努，你再按以阿幺努就是像我发这样子的句子哈，写得很棒哦。我们的练习句子是妈妈昨天盛哪菜？米阿拉都吉伊那都拉登伊那吉拉。我们要把米阿拉换成我们刚刚看的咪形动词字根要改哦。很多我们刚刚在那个讯息栏那边也可以参考。要过大多多的咪大号，很多字根可以套用。如果是说你有会的字根，你也可以写哦。晨就是度的意思哈，昨天就是伊那吉拉，我们要改成阿幺努礼拜，阿幺努什么时间？要练习哦，换成自己的句子，也可以参考我们欧巴的号。到现在大家都很厉害，练习一下，有很多字根哦，可以往前看。我们的字根在这里哈，动词字根，我们今天先练习用这个，重复用这个动词字根也没关系哈，因为我们要练习的是时态。
们也可以说你等或者是你离在之类的。好，马拉盖多马拉盖多可以上传哦，不用怕说会写错。我们一起练习。好，之前那个过去的时间参考一下。之前过去的时间，就上你的 PPT 前面那个。这个。对对对。好，这边可以参考哦。好，就是现在简单，就是周期性的时间，就是每年、每月、每周、每日、每小时。还有过去的，Ayaw nuni amihja。上个月，Ayaw nuni afulas。上周，Ayaw nuni alibai。昨天，Inajilat。如果是有未来的简单式呢，就是明年，Anujila amihja。下个月，Anujila afulas。下周，Anujila alibai。明天，Anujila。给大家看一下哦。好，这个是对应的时间故事。好，刚刚我们还在练习嘛，好，如果还不太了解，这边可以复制。现在简单、过去简单，还有未来的时间都在这里哦。好，可以了哦。我们看一下。Alice， 好，你说好。はい、ミリスとジオマとウィシャンリナ以日本以阿幺努尼阿米克扎。我妈去年曾拜访她在日本的朋友。哦，好，阿赖吉 Alice， 好。ミリソとジオマとウィシャンリナ以日本以阿幺努尼阿米克扎。米哈扎，我妈去年曾拜访她在日本的朋友。好，很好哦，写得很好。好，大家都会了哈。如果还不太懂的话，我可以再翻到前面的 PPT 哈。好，马劳东妈姑姑，你苏贤，你说好。Miacat ko wisang ako to baya no hikuki i aya no lahok。我的朋友上午买了机票。好，谢谢。外面下得很大哈，我要很专心听。好，miacat ko wisang ako to baya no hikuki i ayaw no lahok。我的朋友上午买了机票。好，很好哦。ayaw no lahok 就是上午。ayaw no lahok，ayaw 就是前面 no lahok 就是上午的时间哈。好，谢谢我们的苏贤。我们也可以说ayaw no lahfi 哈，就是晚餐之前，就是下午之前。好，就像我们 Alice 的还有 Offer 的句子这样子练习哈。好，你来后国民娜娜麦号，大家一起练习哦。米阿拉，米纳吉拉，换别的时间，好。还有其他的学员一起来学习哈。我再往前给你们看哦。好，就是我们刚刚的时态嘛，好。现在就是每年、每月、每周、每日、每小时。那过去就是ayaw nuni amihja。上个月还有上周、昨天。好，等一下我们会学到未来，好，未来的时间，好，我们会
未来式的简单式就是这些明年未来嘛，还没到的时间嘛。明年呢就是算未来，还有下个月、下一周和明天都是未来的时间时态号。好，可以咯。好，你Farios numisoho Nga tu mama numako tu hawan i ayaw nuni amiaza。我爸爸去年制作了刀子。哦，好，谢谢 Farios。第三啊，就是制作嘛，杜吉妈妈努马古杜好望以ayaw nuni amiaza，就是说我爸爸去年制作了刀子。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我看一下，好望就是刀子嘛，哈。好，谢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哦啊，好望就是刀子啊。以阿幺努尼阿米哈扎就是去年啊这个时间。好，谢谢我们的法利奥斯哦，写得很好哦，我们都可以参考以上的啊，他们写的句子号。我们线上的也有旁听的，也可以练习哦，自己写哈。为什么自己写自己念哈？我们就是练习我们的语感，好，对大家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好，还有吗？我们继续哦。你那个抄开了靠，也可以慢慢写。你写完了，你就上传，我们一起来练习。好，接下来喽。好，我们刚刚练习的就是第二句，现在接下来就是第三句喽，要未来的时间喽。好，妈妈明天将要买菜。妈妈明天将要买菜。Umami ala ciina tu lateng anu lafak. Umami ala ciina tu lateng anu lafak。好，中文的意思是妈妈明天将要拿菜，就是未来4号。乌妈咪好要改成乌妈咪怎么样？乌妈咪妈咪等音或者是乌妈咪阿扎之类的动词号。好，前面的要改哦，字根要改。阿努沙发明天我们可以改表未来的时间在这里。明年阿努吉拉阿米哈扎，或者是下个月阿努吉拉阿弗拉，下周阿努吉拉阿礼拜明天阿努吉拉阿努沙发都可以。好，这是未来的时间。好，大家都看了吗？写起来哦。我们要改这个未来的时间。好，Kalau tu numaku kuni ofar asih penumisu。米尔扎。Hai numisu tu 小鸡。ofar matingin lai so numisu tu yo， 是不是网络不稳定？等你一下哈，你写的你念一下。好，线上的我们可以看这个未来的时间哈，参考。好，看完了吗？我们就往下哦。我们现在是练习第3句哦。好，Ofar numisu tu 有在线上吗？他好像网络不太稳定哈。好，那我帮你念哦。Kasih penumaku hao。Mami pacuk ci mama tura ciu-ciu anu jila mihaca。爸爸明年将要杀那只小鸡。好，
它下一面还有一句哦，乌妈咪巴周吉妈妈多拉啾啾阿努吉拉啊米合扎，爸爸明年将要杀那只小鸡他写2句哈，妈咪巴周将要杀哈，吉妈妈爸爸多拉那个啾啾就是我们刚生出来的小鸡哈，叫啾啾哈，就是还没长大的刚生出来的小鸡就叫啾啾。阿努吉拉阿米合扎就是明年。好，谢谢我们的欧巴套写得很好。下一句跟上一句的是差不多的哈，大家看一下参考一下哦。谢谢我们的欧巴套，有时候网络会不稳定。然后我们第3句哦，未来式简单式就是乌妈咪阿拉要改哈。好，智慧努米说后咯，努米说后。哎，智慧，我等于你说。等一下，不对。我妈咪英文个可能然后呢？好，好，改一下哈。好，可以啊。改一下。来聊我待会儿将要去洗澡。可以，好，聊完努米说也没关系哈。有时候我们阿拉嘎萨比达一大号会很快就传上去本来要修正的，有时候会不小心就上传了，没关系我们刚刚有参考未来的时间哈，如果还需要的话，我再往前给大家看哦。好，未来我们就改这些哦。未来的时间时态就是明年。阿努吉拉阿米合扎，下个月阿努吉拉阿弗拉，下周阿努吉拉阿礼拜，明天阿努吉拉。好，以上哈就我们用这个来换我们的未来的时间哦。好，可以了哈，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好，我看到哪里有往下智慧的是要修正哈。阿劳多努马姑姑，你听云。嗨，我妈咪早改个古杜福丁阿努吉拉礼拜，我下一个星期将要买鱼。好，嗨，来，我妈咪早改我妈咪阿扎都一样的意思哈，将要买东西阿扎米早改都一样意思。嘎古杜福丁阿努吉拉阿礼拜。好，我下星期将要买鱼下星期将要买鱼我妈咪早改就是将要买的意思好，扎古米苏里丹尼停云好。Alice，能米苏多。有妈咪理解及比亚以及家己答案因亚罗诺敌人安努吉拉阿礼拜，比亚下个礼拜将要在自己的部落访问头目。好来好，比亚这边是 B 少一个 A 是吗？比亚少打一个 A。好，我们知道是比亚是人名嘛好。乌妈咪里在几比亚，好有啦，上面有写，我是说中文的部分，主语的部分有写好。乌妈咪里在几比亚以几个吉答案，以尼亚罗努敌人阿努吉拉阿礼拜，好，写得很好呢。比亚下个礼拜将要在自己部落访问头目。就是嘎吉答案嘎吉答案就是头目我们现在都讲斗木一样嘎吉答案跟斗木都是头目的意思领袖带领的头目领袖都是用这个嘎吉答案。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比亚人民
有人叫比亚吗？比亚是什台么意思？台湾族的人名。哦，有意思吗？比亚我不晓得，我台湾族的朋友他就叫比亚这样。是哦，像我们把奈就是稻子啊，哦，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意思。不定就是雨他的中文名字叫马青山啊，马青山，马青山哦，对，他族语叫比亚。是哦，他叫马青山哦，真的呢，我们家也有马金山呢，这么真的巧。真的很巧哦。好，他的族语名字叫比亚。我想说，阿密斯的名字没有叫比亚的啊。哦，好，谢谢你的分享哈。好，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名字哈，可是他们的意思一定有哈。好，谢谢。智慧修正来的农民说好，对，还是分数。我妈咪因为高古安的后呢，我待会儿将要去洗澡。好，好，我妈咪因为高古安的后呢，我待会儿将要去洗澡。那我们是好，你是画这个句子好，没关系，也是写得很好哦。阿赖好，阿赖我们的智慧写得非常美。好，书写努米速度。Umami hawikit kaku tulinai anubabaten。我明天早上将要带雨伞，我少写一个伞。好，知道有，好，后面加一个伞就好了。好，umami hawikit 携带 ，hawikit 就是携带，加上妈咪就是将要携带。kakudu linai anubabaten。我明天早上将要带雨伞。好，谢谢。好，林奈有的像我们花莲呢，地方部落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讲林奈，前面是 D 哈，也是海岸这边是写林奈，没错哈，都是雨伞的意思哦。有没有不同部落的雨伞哈？可能扎扎拉干也是雨伞哈。好，谢谢我们的苏璇。好，你法利欧斯的秘书都。等一下，在哪里？Umami besok Cina ijik fufuan anubabaten。妈妈明天早上要探望阿嬷。好，阿赖哈，妈妈明天早上将要探望阿嬷。好，妈咪里说就是探访哈，妈咪就是将要拜访探访。即因那以及夫妇案安努爸爸正，夫妇就是阿嬷哈，有的地方讲阿嬷或者是马木哈，夫妇案也是阿嬷的意思。好，谢谢法利欧斯，大家写的都很棒哦。好，感谢大家。好，书写修正的就是我明天早上将要带雨伞。刚刚少写了一个伞字。好，谢谢。好，老师，老师有问题。好，请说。那个，看一下上面那个 Alex 的嘎吉答案，可以这样用吉案吗？吉嘎吉答案，还是用读？我妈咪你在一班内伊。我是听那个朱清义老师的课才这样子用的。是哦。朱老师的语法节目。我妈咪你在一比亚伊吉嘎吉答案。对了，我们朱清义老师他前几周的课都是有在写这个嘛。好，老师，那个嘎吉答案是一个字吗？是嘎吉答案就是答案是一个字。头目啊，领袖啊。头目，那他是要加吉案吗？他是吉嘎吉答案阿难，吉嘎吉答阿难。没有嘎吉答案是一个
头目的意思，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汇。嘎吉答案，嘎吉答案就是我们的头目，对，因为我们可以他这边查一下。如果是这样你是受加词，受词如果他是用吉案的话，吉案的话，它应该后面还有一个案。如果不是用吉案，是用这样读嘎吉答案。哦，那如我果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用，有苏显这样用吗？我觉嘿，没会，我觉得苏显说的对，因为他拜访的人是那个头目杜，应该是杜嘎吉答案，读嘎吉答案。对，杜嘎吉答案，因为他不是主格嘛，对，他是如果他是拜访的人是受格，他要拜访的人是头目，是应该是杜嘎吉答案，好，当然读嘎吉答案。我觉得了，哎。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对，如果他是用吉案的话，应该又变成吉嘎吉答案，就变成如果他是要用那个类似那种构法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哈。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要用读嘛哈，比较顺嘛。我们刚刚首先在问这个，我们应该是用读，可以吗 ，Alice？ 我们修正一下，我们米里在一起比呀，读嘎吉答案，哎，这样会对。后面是加读嘎吉答案，受拜访的就是那个头目。好，哎，对呢，我们现在看一看会有，如果有觉得不太顺的哈，线上的信息也可以哈提出来哦。一下子可能还不太能理解。如果对句子有疑问的，也可以问，好，大家一起来讨论。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也谢谢苏贤，还有我们的婷云。好，他做爱多，我看一下啊，米莉说阿玛安，好，我看一下，苏贤是修正的哦，我们 Alice 哈修正的好快哦。嗨，阿西本和米说的，好，你念一下。有妈咪里在吉比亚读嘎吉答案，伊尼亚罗努敌人阿努吉拉阿礼拜，比亚下个礼拜将要在自己的部落问头目。问头目很好哦，这样就可以了吗？哦，可以了哈谢谢我们的苏贤哈，他很贴心的帮我们修正单字啊写错的句子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咯，我们现在就是进行式的时态哦。好，看一下，妈妈现在正在拿菜。你阿拉爱吉伊拿多拉登伊马蒂尼。妈妈现在正在拿菜。你阿拉爱吉伊拿多拉登伊马蒂尼。好，一样哦。我们要把前面还有后面的要改哦哈，要改句子。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时态，这里进行现在我们学的就是进行伊马迪尼当下就是此刻尼尼现在今天好，我们的进行式只有一种就是伊马迪尼当下此刻可以了哈。我们要把字根换掉还有我们的后面的时间伊马迪尼，这边是现在伊马迪尼，我们要换时间哦。好，我们用这一句来练习哦。好，那能不能咪打滚？然后第4句，妈妈现在正在拿菜。你阿拉爱吉伊拿多拉登伊马迪尼。看，好，伊拉多尼ofar malakay to kuno miso hao。Ati asipen。Mr.爱在西度伊达国呢安尼，同学们现在正在打我。好。我发你的网络好了哈，刚才上一句我帮你念，谢谢。
如果我叫你，你很久没回答，我就知道你的网络哈，不好，好，没关系。Mesti za situ i takuanan anini，好，同学们现在正在打我啊，很好哦，写的简单又清楚，好，谢谢。好，这个应该比较好写，好，希望线上的，老师啊，好朋友一起来写哦，还要念哦，自己写，然后比较有感觉哈，也记得比较清楚。好，加油哦！在这了那么大米那南号，这个不会很难哦。虽然刚开始卡卡的，好，因为我们还要去理解，所以现在清楚了，就很容易表达哈。好，第4句咯。马劳顿马姑姑你苏贤，苏贤你说。Minanan Kusuanu Banza Anini，我现在正在学习阿美语。对哈，好，很好呢。Minanam kakutusuarnu bangza anini，Minanam 就是学习哈。我现在正在学习阿美语啊，阿美语啊，很好哦。Minanam kakutusuarnu bangza anini，tusuarnu amis anini 也可以哦。好，写短一点也很好哈。老师，我漏了 AY， 我修一下。Minanamai Gaku，我漏了 AY。是呢。Minanamai Gaku， 我刚才没关系，我修一下。Minanamai Gaku tusuarnu bangza anini，好，也很好呢。再次提醒我们哈，我们后面还加一个 AY。好，Minanamai。Mesti爱哈，我们 offer 上面有写爱哈，好，下面大家都要有爱哟哈，好，修正好了哦，好，Minanamai kakutusuarnu bangza anini，我现在正在学习阿美语，好，写得很棒哦，好，Farios numisoho，Mihalamai ku kaput tumali i kongkuan anini，同学们现在正在玩球。嗨，很好。Mihalamai ku kaput tumali i kongkuan anini，同学们现在正在玩球。忘了把那个学校讲出来。按就是学校，好，我再改。修正没关系，大家一起修正哈。好，刚刚好8点都好，盘汉后给大。那法律又是你先修正哦，等一下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好，盘汉后给大明了。那个法律的是修正哈。好，你爱丽丝，你说好。你大概外古拉当票多，巴法蒂米伊纳伊马蒂尼，那个人正在偷妈妈的戒指。好，大家好。你大概外古拉当票多，巴法蒂米伊纳伊马蒂尼，杜法蒂。那个人正在偷妈妈的戒指。米达高外古拉当票多。法蒂你伊纳伊马蒂尼就好了，法蒂是挂戒指。好，我改一下。就是戒指，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好，你法利奥斯，好，我们修正来的秘书官你好，修正了。然后他我们阿西好，你哈拉玛爱古kaput to mali i kongkuan anini，同学们现在正在学校玩球刚刚是少写一个公古案就是学校的意思哈，我们讲比迪里散比祖沙散就是学校的意思。好，谢谢法利奥斯。
好，爱丽丝，你修正了吗？好，好，阿西分头。Mi tagawai gula damsao do fati ni ina imadini，那个人正在偷妈妈的戒指。对，好，很好，你大概外，你快来西西。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好，大家都是很棒哦。好，然后我们稍些爱米苏里带好，刚刚录哟，这个第4句很简单哈，他们都写了很好线上的加油哦，还有人要上传的，现在可以传上来哦。我们刚刚休息10分钟现在继续的来学习哈。你阿拉爱吉伊那杜拉登伊马迪尼哈，现在我们是进行式，好。好，阿歪都好，这一句应该是很简单，我们就接下一句咯。下一句就是现在完成式，好，好，现在完成式，看，我们往前看哦，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现在完成式就是那努过去的时间加达哈阿尼尼就加现在的时间现在完成式，好，一个一个看哦。现在第5句都好能答。妈妈直到现在还在拿菜这个是例子哈。Mi ala ai ho ji ina dulateng taha anini。Mi ala ai ho ji ina dulateng taha anini 加一个 ho 好。妈妈直到现在还在拿菜还在就是 ai ho mi ala ai ho ji ina dulateng taha anini。我们刚刚看了哈，现在完成式我们可以改字根哦，字根改一下。好，我们练习这一题。好，妈妈直到现在还在拿菜。如果还有上一题的还没有传上来，也可以随时上传哦，因为上一句的比较简单，其实都很简单哈。字根要换哦，字根就是这些，在讯息栏那边也有哈，也有贴上去。我们今天先用咪形动词字根。现在完成式的句子是：妈妈直到现在还在拿菜，还在拿，就是mi ala ai ho，还在拿菜ji ina dulateng taha anini。我们根据这一句来做练习哦。好，马老多努马姑姑你，offer。Misasawai ho kunamu tu kasina nu najila daha ini， 你们从昨天到现在还在洗碗。对，好。Misasawai ho kunamu tu kasina nu najila daha ini， 你们从昨天到现在还在洗碗。很好，写得不错。Misasawai就是洗你稍稍外后还在洗碗的意思哈。古纳木你们都该信就是碗。那努伊那吉拉达哈安尼尼从昨天到现在的意思。好，谢谢我们的欧发咯。线上的老师也可以根据这一题来做练习哈。你拉古卡法那安努米说好，也不要客气哦。
还你苏贤。Minanamay ho kakuto suwa no panza nanu inajila amihaza daha anini。我从去年到现在还在学习阿美语。好，谢谢阿赖。好，Minanamay ho kakuto suwa no panza nanu inajila amihaza daha anini。我从去年到现在还在学习阿美语。好，写得很好哦。好，线上的朋友也可以复制他的哦。换成你的字根。因为闽南的麦吼给大号，我们就是练习，慢慢的进步。好，苏贤写得很好哦。闽南的麦吼，就是还在学习的意思。好。谢谢苏贤。你星海老师，马里盖老师，怎么说？阿西本你说？Ay sa manan hana ko may kusin siya aw. Ay may unting ukurma ko patingi akon mako. 我都咪等你来技术，我都闽南那麦谢谢大好，aray. 我都来去谢谢安好。老能够比巴拉个多多下。Aray. Maoraray guru mi hao. 很好哦。就按照苏显他们的写法哈，线上的老师也可以做练习哦。你阿拉爱好基因呐多拉登达哈安尼尼哈，我们根据不同的句子哈时态来做练习。换一下字根，好，我们是练习一下这个不同的写法，时态的写法。好，Alice， 你说多。少写一个 G。米三爱后度巴西要吉阿公纳鲁沙发达哈沙沙亚。阿公从早上到晚上都还在制作风筝。米三爱后，那等一下会笔记哈。米三爱后度巴西要吉阿公纳鲁沙发达哈沙沙亚沙亚。沙沙亚后面要加上一个啊哈，沙沙亚。他说阿公从早上到晚上都还在制作风筝哈。米三爱后度法西奥就是风筝。沙沙亚要加一个啊哦，沙沙亚少写一个啊。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号写得很好。好 ，Marius， 你说好。Mi cik ho jifaya go tu lateng mi早嘎的哈尼尼。我阿姨直到现在还在厨房切菜。好，非常好。好，咪cik ho还在切菜哈。咪cik ho jifaya aku， 咪cik ho jifaya aku tu lateng i早嘎的哈尼尼哈。早嘎就是厨房啊，也可以说古号啊 ，Sophie 啊，都可以。好，我阿姨直到现在还在厨房切菜啊。咪叽叽就是切嘛，咪叽叽盖后还在切菜。好，谢谢我们的法里奥嫂写得很好。好，苏贤，咪巴拉嘎带后记你要念吗？苏贤打那么多，
借此米巴像拉克发挥代和青海读假的哈，星海老师到现在还在开车。对啊，借题发挥一下很好哦。米巴拉嘎代后，对，很好。即星海老师读西亚，哈安妮妮，好。读星海下老师听错。知道，现在还在开车很好哦。读西亚哈，你念的时候有哈，读西亚写的时候会不小心会少写。好，谢谢哦。对，我们可以临时想到哈。好，爱丽丝，你修正好了哈。係，阿是本土呢，仔仔。Di sana ay hodo facial及阿公拿罗沙发打哈沙沙亚，阿公从早上到晚上都还在制作风筝。对，好，我们爱丽丝哈，很多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哈，还有老师们都写得很好了，大家都很进步了，而且句型呢、句子都写得非常的完整哈。好，谢谢哦。好，苏贤也修正了，好，谢谢我们的苏贤哦。想到就写，好，马了灯爱好马上写哈，很好，谢谢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哦。你来和国米苏里呆也没关系哦，慢慢写。我们现在是。我们先好，过去完成式这里哈。好，妈妈已经拿了3天的菜。妈妈已经拿了3天的菜。你阿拉爱都吉伊拿多拉登，多鲁阿鲁米阿。你阿拉爱都吉伊拿多拉登，多鲁阿鲁米阿。我们要改字根哦。好，大家都应该会了哈。过去完成式，我们还要往前看吗？看一下也好哈。就是数字就是时间哈，过去完成式。数字加加时间，好。比如说读鲁达读吉安。好，我们根据这一题来做练习哦。妈妈已经拿了3天的菜，拿了已经拿了。Mi ala ai tu ci ina tu rateng dulu rumi ar. Mi ala ai tu ci ina tu rateng dulu rumi ar. dulu tatukian dulu 什么好，根据这一题来做练习哦。好，那么大姑你好，很快哦，我们进行到过去完成式。你来后果做平安南好，如果还有其他线上的好朋友萨里嘎嘎还没有做练习的，也可以试试看哦。慢慢的学会哈，慢慢的练习，慢慢的写之后你就会很厉害了哈，跟其他的线上的上面的都很厉害，你们也可以参考他们的参考其他形系的写法。妈妈已经拿了3天的菜。Mi ala ai tu ci ina tu rateng dulu rumi ar。我们根据不同的时态来做练习，好，不要害怕哦，嘎嘎打扰哟。好，马老都努马姑姑你 offer。Nitsuka tuchi amis tura fafui tu funus lima ahun。amis 已经用翻到吃那头猪5分钟了。好，
那个好，你做做该都几，mit， 都啦发挥，都funus， 5 ahun， mit 已经用翻刀杀那头猪5分钟了。哦，好，很好写，不错哦。你做做该都几 mit 是一个人名哈，都啦发挥，都 funus。5 ahun， mit 已经用翻刀刺那头猪5分钟了。ahun 就是分哈，分的意思哈，几分几秒的分。如果是10分哈，8分就是 falu ahun， 如果10分就是 mudab ahun， 好，以此类推哈。好，写得很好。好，那那么努米达古你好。如果还有别的字根，也可以套用上去哦。我们这边是多了一个，米阿拉埃杜，拿了，已经拿了，已经用了或者已经花了都可以写哈。吉纳杜拉登杜鲁阿鲁米阿，你可以改时间哦。前面黄色字体我们要改字根，后面的时间我们要改，我们要改别的时间哦。苏贤。Mi nang ngai tu ku safa ku tu dilifi， 只在阿鲁米阿。我妹妹已经看了1天的电视了。Mi nang ngai tu ku safa aku tu dilifi， 只在阿鲁米阿。Mi nang ngai tu ku safa aku tu dilifi， 只在阿鲁米阿。我妹妹已经看了1天的电视了。Minang nangai tu ku safa aku， safa 就是弟弟妹妹哈。tu dilifi 只在阿鲁米阿，看了1天的电视了。好，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句子哈。是很简单哈，希望大家多做练习哦。慢慢的学习哈，我们从不会学了就慢慢的就会了。现在进行到过去完成式哦。好，Malau tu numaku kuni Valios numiso ho。你发在爱都吉嘎嘎都发发一样都离过，是在2礼拜。姐姐已经洗了1个礼拜的衣服。谢谢。Mi发在爱都吉嘎嘎都发发一样都离过，是在2礼拜。Mi发在爱都吉嘎嘎。Mi发在爱都吉嘎嘎。都发发一样。都吉嘎。他在讲姐姐啦，爸爸一样嘎嘎了。我直接讲吗，吴老师？如果是你的话，怎么念这个？咪发在爱都，咪发在爱，咪发在爱都过爸爸一样啊嘎嘎，都离过就在2礼拜。哦，对哈。好，Valios。爸爸一样啊嘎嘎。咪发在爱都，过爸爸一样啊嘎嘎。咪爸爸哈，对，咪爸在爱都过。爸爸一样啊嘎嘎，都离过就在2礼拜。对，好，老师在修正。对，谢谢我们的吴老师哈，他会看句子，
如果不太通顺，我刚刚念的也是好意思哈。好，谢谢我们线上的吴老师好协助。嗨，法律师聊完了一大号。对，就是这样。如果不通顺的话，我们就可以随时的修正啊，没关系哦。我们修到很顺为止。好，根据这一句哈，就是我们在写的时候会不小心哦，会颠倒或者是多写了。我们念的时候会卡卡的，就是不顺哈。好，谢谢，我们做修正就好了。来，然后公民娜娜麦蒙爱都好，如果写的颠倒也没关系啊，我们线上有老师会帮我们修正哈。如果我觉得很困难，就马上就是吴老师就会帮忙修正。好，谢谢。好，修正好了哈。来，还是本头的秘书阿弟。Mi facai tu ku fafahian nagaga tu riko 只在礼拜，姐姐已经洗了1个礼拜的衣服。这样就没错了，好，很好。Mi facai tu ku fafahian nagaga tu riko 只在礼拜啊，谢谢，大家都有进步哈。觉得好像很困难，可是写起来就不会很困难哈。只要愿意写愿意学习哈，再困难也要练习哈，因为我们的族语已经很少人学习了。好 ，kita tugu minanam 好。哎，吴老师，能秘书。Mi patirangai do zakacau turuma usa al mihaza， 卡照他们已经盖房子2年了。好，阿赖，好，阿赖就吴老师安好。好，mi patirangai do zakacau turuma usa al mihaza，tusa al mihaza， 好，卡照他们已经盖房子2年了。好。谢谢我们的吴老师哈，就像吴老师这样子的句子哈，那我们可以学习哈。其实我们大家写的都很好哈。好，那我们这一题已经写了差不多了哦。我们在最后一题了哈，未来完成式。中文我看一下，这个盖住了，看到了哈。妈妈中午以前就要拿菜了。妈妈中午以前就要拿菜了。Umami ala tu jiina tu rateng i ayau nu kalahukan。Umami ala 就是就要umami ala 就要都了的意思哈。jiina tu rateng i ayau nu kalahukan， 就是umami ala，umami ala 就是就要拿菜那个肚就是了的意思哈。Jiina tu rateng i ayau nu kalahukan，i ayau nu kalahukan 就是中午以前的时间哈。好，一样哦，我们要把字根换掉，还有这个。ayau nu 什么时间？好，跟上一句差不多哦。好，好的，那咱们努米达好，我们来做练习哦。那咱们努米达古尼，umami ala tu jiina tu rateng i ayau nu kalahukan，i ayau nu kalahukan 就是中午以前，就是表示上午。umami ala 就要拿菜了 ，umami ala tu 就要拿菜了。好，未来完成式哦。好，很快哦。马劳多努马姑姑尼 ofar， itu tuh。Umama besok tu kagu tu nyaro nu pagadaat anu huni， 我等一下就要拜访瑞星部落了。瑞星部落，好，很好哦。
瑞星部落叫巴嘎拉阿兹啊，是哈，好，谢谢我们的我发的分享哈。我妈咪里说，都嘎古都米亚罗诺巴嘎拉阿兹，努后尼啊，我等一下就要拜访瑞星部落了啊。我知道瑞星呢，我不知道它叫巴嘎拉阿兹，好，根据他们是。巴嘎拉阿是哪里的部落哈？那个台中有吗？还是花莲？不送。你说哎，不送哦。哎。是哦，我听。哎，那不送那个个。不送那个手。哦，是你们的部落。哎。你们这边也是瑞星吗？还是我们这边大溪的瑞星？我在台东啊，瑞星。哦，是哦。我一直想到是我们这边的瑞星呢，大溪有一个瑞星。不送。不送的巴嘎拉阿仔。瑞星部落，谢谢。我们大溪有一个瑞星社区了啊，我想说，哎，他们那边的部落是不是也是取名叫巴嘎拉阿仔？根据你们那边瑞星部落，好，谢谢我发好，谢谢我妈咪哩说。都嘎古都亚罗努巴嘎拉阿兹啊努后尼，好，写得很好哦。我一时想到我们大溪有个瑞星社区，好，来，好，聊那么大米，那么那么大米啊米苏里丢啊，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好，只要字根前面乌妈咪阿拉换成我们刚刚复制上去的字根，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字根啊，咪动词的字根哈，法利真多尼好，妈咪阿拉就随便找一个哈，换成你的字根哈，乌妈咪阿拉啊，这个黄色这个颜色哈，我们换成前面的动词字根就好了哈，然后以阿幺努搞了好干，或是以什么时间？好，好，谢谢哦。好，你苏贤。嗨。乌妈咪当当杜吉法伊杜德夫以阿幺努嘎拉菲安。阿姨晚餐前就要煮好竹笋了。好，谢谢苏贤。乌妈咪当当杜吉法伊杜德夫以阿幺努嘎拉菲安。阿姨晚餐前就要煮好竹笋了。哦，很好哦，那写的那个中文哈，写的很好哈，表达的方式不错哈。The four 就是竹笋，以阿要努格拉菲安就是晚餐前的时间哈。哎，谢谢苏贤。好，马布隆给大米那南杜尼南号，这个也是非常简单哦。还有线上还没有想要练习的也可以哦。乌妈咪阿拉就改成我们复制的那些动词字根就好了哈。在后面再以阿要努嘎拉后干，我们就换成以阿要努嘎拉纳曼也可以哈。早餐前、中餐前、晚餐前啊，半夜以前都可以哦。再等一下下哦。大家要充分的练习哈，这个时态的句子哈，写久了我们就会有概念。好，各位都好，如果还有的话可以上传哦。那我们就翻到下一个 PPT 咯。好，我看一下。哦，看一下我的句子。哦，好，好，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句子哈。时态现在简单式哈，中文我们菜每天被妈妈拿，
主语妈咪马阿拉啊，对不起哈，马阿拉你伊那古拉登都罗米阿米阿，马阿拉你伊那古拉登都罗米阿米阿。它中文的翻译是说菜每天被妈妈拿。马阿拉马就是前缀加马就是被的意思哈。老师，阿拉就是啊。我的声音好像没出。喂，我没有声音吗？喂，不是，老师你好像翻错页了。真的吗？哦，真的哈，我看妈妈每天的这，我看一下，因为我这个手动的。哦，这里哦，谢谢淑贤。好，我再讲一次哦。没关系，我们先知道下一周的哈。那现在就是这个否定句哦。我们现在是到否定句这边了。好，中文第一句，妈妈每天不拿菜。否定句了哈。好，主语。在爱比阿拉吉伊纳都拉登都罗米阿米阿，好，否定句了哈。在爱比阿拉，在爱就是不比阿拉不拿菜啊。在爱比阿拉吉伊纳都拉登都罗米阿米阿，妈妈每天不拿菜。好，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换字根哦，加上在爱。在爱比怎么样？吉伊娜都拉登。我们根据刚刚我们上一个 PPT 哈，都罗米阿米阿，我们可以改成都呼啦呼啦。好，周期性的时间哦。我们现在是下一个 PPT 了哈，否定句了。第一句哦，我们练习第一句。妈妈每天不拿菜。在爱比阿拉吉伊纳都拉登都罗米阿米阿。一样哦。我们有颜色的，我们要换字根。现在是否定句哦，要加上在爱比。我们按照上一页的也可以哈，只要前面加在爱比，你刚刚写的句子。刚刚写的句子也可以加上在爱比怎么样怎么样哈。都罗米阿米阿，我们改成都沙发都。每年每月我们刚刚前面有做很多练习哈，我们就直接改哈。现在是否定句哈。我们前面有动词字根哈，这个大家看一下，浏览一下啊。好，我们现在是否定句哦，我们练习否定句的句子，应该不会很难哈。加上在爱比一定要加上在爱比。好，伊拉杜古尼，Ofar gitu。在比萨拉玛金拉杜马里杜卡卡亚塔亚，他每天晚上不打球。对，很好，谢谢。在爱比萨拉玛，在爱比萨拉都打，给认真讲。在爱比萨拉玛金拉杜马里杜拉拉亚，他每天晚上不打球。对，好，我们现在是否定句哈，前面加上在爱比就变成否定句咯。好，我们看一下我们 Ofar 写的哈，我们可以参考他的句子参考Ofar的句子他修正了，他刚刚有多写一个哈，好，修正了。在爱比萨拉玛金拉杜马里杜拉拉亚，
拉呀哈，好，没错哈，写得很标准，谢谢欧发。好，爱丽丝，能咪说多？za ai pi ni ngui cu atuka ai tu rumi armias，很多鬼每天不洗澡。好。在爱比你维古，我都个爱都鲁阿米阿，真的哈，好，谢谢哦。啊，反正我们手里当的咪说好，比你维哈，在爱比你维就是不洗澡哈，不洗澡的人哈，就会懒惰哈，懒惰洗澡。好，好，苏贤，那咪说都。在爱比Panay. 技术都。Sa ai baca ci panay tu gut tu baba cepat panay 每天早上都不洗。对，好，谢谢。好，在爱比发扎ci panay tu record tu baba cepat panay 每天早上都不洗衣服。很好，写得很好哦。大家可以参考其他人的句子哈，其实是很简单的哈，加上否定句就是加上在 IB 就是变否定句咯。好，谢谢苏贤。就是早上，每天早上就是八八折八正很难念哈，八八折八正刚刚苏贤念得很顺哈。好，美花，你来了哈，能咪说都？美花，你要念的时候，你又好，等你1秒钟，赶快上线。好，我不小心被我按到了。所以你要念，我刚刚写到哪里了？不见了。马老多努念真的。在比那南吉嘎嘎都说啊努邦扎都罗米阿米阿。哥哥每天都不说主语，不练习说主语。来，谢谢美花。好，在爱比那南吉嘎嘎都说啊努邦扎都罗米阿米阿都罗米阿米阿都罗米阿米阿才对哈。好，谢谢我们的美花哈。刚下班哈，知道他刚下课，刚到家还是马上还在很气呼呼的哈，还咋死了，还在很喘。好，谢谢美花继续学哈，美花，你现在才写第一句，你等一下还可以多写几遍哦。好，Varios no misuto。Hai. Sa ai pineneng kunia mapuhawai tu telefe tu rumi ami as。这位盲人每天都不看电视。好，谢谢大家哈，都很会了哈。否定句前面加上在 IB 就变成否定句了哈。在 IB 能古尼mapuhawai tu telefe tu rumi ami as。这位盲人每天都不看电视。好，mapuhawai 就是盲人哈。mapuhawai 我们很少讲这个。看不到哈，就是马不好外哈，马不好就是看不到哈，眼睛看不到通常都是先天就是有马不好的人哈，或者是老人哈会马不好，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眼睛哈。好，谢谢我们的法利幼号，谢谢。好，这一句非常简单哈。那我们还有人写的话没关系哈，等一下就上传哦。好，我们第二句咯，萨嘎多萨多哟，过去式哈，简单，过去简单式哦。好，妈妈昨天不曾拿菜，妈妈昨天不曾拿菜。在爱读比阿拉吉伊纳多拉登伊纳吉拉。在爱读比阿拉吉伊纳多拉登伊纳吉拉，一样哦。加上早爱这边是曾度，就是曾的意思哈。妈妈昨天不曾拿菜
加上早安，就变成否定句哦。好，我们练习第2句哦，应该大家都很有概念了，应该都很会写了哦。很困难的时态哈，我也是觉得很困难哈。可是现在慢慢的练习哈，多练习就会有概念，就会比较清楚了。好，第2句哦，使责任哦，还有第2句要多练习，其实不会很难哈。我们的字根还要看吗？往前看一下，这边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字根哈，可以练习的。你还一定你好。对，好。Kintami nanam yo， 好。第2句哦，这爱都比阿拉吉伊都拉登伊那吉拉。这爱都什么？比阿拉，我们那边要改字根哦。阿拉要改，换别的字根，动词字根。吉伊那都拉登伊那吉拉。吉拉，或者是以阿幺努尼啊礼拜，我们看一下哈，往前看就是这个我们对应的时间在这边和过去简单就是昨天以那吉拉，或是我们要改去年以阿幺努尼啊米哈扎，如果是上个月。以阿幺努尼阿弗拉，上一周以阿幺努尼阿礼拜，好，就是要换这个对应的时态哈。好，好，嗨，再等好，梅花，给速度。好，在都比阿西嘎过都板难伊那吉拉。我昨天不扫地。对，很好。在都比阿西嘎过都板难伊那吉拉。我昨天不扫地。板难就是地板嘛哈。板难，伊那吉拉就是昨天。很好。我们现在是否定句哈，写短一点都可以哈。谢谢美花。好，法律斯努米速度。在都比达高金热都马马汉阿要努尼阿礼拜，他上周不曾偷过东西。好，法律写的好。在都比达高金热都马安以阿要努尼阿礼拜。他上周不曾偷过东西，很好，写得很好哈。现在大家都很会了哈。我们要用过去式的时间哈，我们就会比较会写了。好，谢谢法利欧斯号写得很好，我也读过，不对啊，词汇号都写得很标准。还我发努米速度。Saya tu beberapa kesudu awal i ayanulia flash， 你上个月不曾压碎组织。好，谢谢我发。Saya tu beberapa kesudu awal i ayanulia flash， 好，你上个月不压碎竹子。好。Saya tu beberapa 就是打碎嘛。Kesudu awal 竹子，以阿要努尼阿弗拉，好，写得很好，谢谢我们的阿法。好，你 Alice 努米速度。
在爱都比当当都和麦啊巴达佛都法伊奈古拉卡沙佛伊沙法伊那基拉。那个媳妇昨天早上不曾煮饭给丈夫做便当。好。在爱都比当当都和麦啊巴达佛都法伊奈古拉卡拉佛伊沙法伊那基拉伊沙法，你会被多写了一个卡拉夫伊那基拉就好了。哦，好，就多了伊沙法上。改一下哦。对，好，纠正一下，嘿，好，谢谢。好，爱丽丝修正一下哦。好，你书写，你说的。都那个呀。在爱都比苏里莫及伊那都卡夫迪安伊阿幺努尼阿礼拜。妈妈上礼拜不曾整理房间。好，能那个好，还是本话讲，在爱都比苏里莫及伊那都卡夫迪安伊阿幺努尼阿礼拜。妈妈上礼拜不曾整理房间啊，苏里莫就是整理哈，苏里莫就是整理东西的意思哈。好，谢谢苏贤。好，爱丽丝，你修正好了哈。阿西本说。在爱都比当当都和麦啊巴达佛都法伊奈古拉卡沙佛伊那基拉。对，好，谢谢我们的爱丽丝哈，进步很多哦，非常。哦，我们下一句有我们吴老师有修正啊味儿，好，有刚刚上面有些啊味儿哈，是哪一位的哦？你我发来号，好，我发上面写的啊味儿啊，吴老师有按照那个字典哈，主旨订正用这个啊味儿，我们念的时候啊味儿，啊有的人是啊味儿，啊我们要念啊味儿。hour 哈，这是我们的主旨的念法 hour 哈，可以做修正哦。好，然后呢，马拉拉歪也可以慢慢的修正哈。老师想请问一下，那昨天早上要怎么说呢？昨天早上哦，昨天早上是。伊那吉拉阿爸爸正，昨天嘛，伊那吉拉阿爸爸正。好的，谢谢老师。好，你 offer 你订正难度伊拉好。在爱都比berber gisu to hour 以 ayal nuni a fular。对，好。谢谢我们的 offer 号修正好喽，也谢谢我们的吴老师哈，他修正我们的词汇。好，如果有不通顺的或者是写错的我们线上的老师会很贴心的帮我们修正，这也是一件好事哦。好，马劳杜古吉刚努米达号非常感谢大家线上的好朋友还有老师今天的参与哈。那你们有没有意见？我们今天的教学有没有可以修正的地方哈？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或者是说我讲的不清楚也可以哈，我会很努力的去学习，有吗？吴老师有没有意见？勉励也可以勉励我啊。你竟然很厉害了，还是什么？要哦，有时候一心不能多用呢。如果伊拉个马拉瓦爱吉拉好，美花你修看一下，还有欧发、爱丽丝有没有要修正补充的地方如果说欣欣你那里好像讲得不清楚我以后就会做改进哈。
所以我不会生气哦。有时候在线上真的会不能顾到很多哈，有时候写错了也没办法一时之间就马上就修正哈。还好我们很多老师都可以帮我看哈。好，然后鼓励在那么我都好，现在有疫情哈，希望大家多保重哦。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好，哈蒂尼阿扎，我比娜娜努米达下周继续哦。好，谢谢。好了，行行，行行，好了，行行，谢谢。上阿燕多个福电那么哟，上阿燕。